大家好啊！今個禮拜咧就日本股市咧上咗成6%嘅嚇，咁個日元咧就跌咗3.4%。最主要嘅原因咧就係高市早苗咧就當選咗做日本自民黨嘅總裁啊！咁日本自民黨總裁咧就應該係成為日本嘅首相啊！咁高市早苗咧佢嗰個嘅即係政綱裏邊咧係包括咗一個幾寬鬆嘅一個貨幣政策，換言之咧係唔係好鼓勵咧呢個央行去到加息啊？咁所以個日元咧咁嘅情況咧就即係走弱啦嚇。咁另一方面咧，佢亦都係希望咧係即係政府咧去進行呢個派錢嘅嚇，即係全民派錢啊。咁除此之外咧亦都係支持咧個財政預算案咧係有一個比較大嘅赤字啊。咁包括咗咧多啲嘅軍費啊，咁包括咗咧係對呢一個 AI 對呢一個嘅即係科技企業嗰個嘅資助同埋對呢一個即係 R&D 嗰個嘅投入咁所以咧日本股市咧就喺今個禮拜裏邊咧就升咗個6%咁原則上咧日本股市咧應該係仲有得上嘅咁除咗話即係個政治有一個新嘅局面啦咁多啲嘅即係刺激咁同埋咧就其實幾年前日本咧開始做呢個股市改革咁包括咗咧就要求所有嘅日本嘅上市企業咧佢哋咧就應該咧嗰個即係市淨率咧係有1倍以上嘅。如果唔得嘅話咧大家咧嗰啲公司咧係要去做一個計劃點樣去到改善嘅咁嗰啲即係日股之間嗰個互持嘅情況咧，亦都係要減低嘅咁所以咧就呢個股市改革咧，而家好多個地方都效法嘅例如南韓甚至係中國內地都係咁，所以咧就呢一個日經咧雖然係即係破頂咁亦都升得幾快咁但係後市咧應該仲係有上升空間喺度嘅咁其實咧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啲即係譬如話出口嘅股份車股呢個 AI 嘅股份譬如好似Advantest 嗰啲或者係內需例如一啲嘅房地產等等咁再同大家再深入分析一下